洗牙後注意事項：一、潔廁後一般不影響進食，但應該避免食用過涼、過熱等刺激性食物。二、潔廁後牙齒出現一定程度的冷熱敏感、發酸等情況，屬於正常現象，大約1周左右會逐漸消失。三、潔廁後短時間內盡量少給牙齒外力衝擊，如用力吸東西、手指觸摸牙齦等。四、牙齒間牙結石較多的朋友，潔廁後由於牙結石去除，牙縫會顯現出來，屬於正常現象。五、潔廁後要注意口腔衛生維護，如採用正確的刷牙方式，配合使用牙線、牙菌刷、沖牙器等，以控制牙菌斑的形成。建議每半年到1年潔廁一次。六、潔廁後尤其牙齦紅腫的患者，一定程度的牙齦出血屬正常現象，無需過度緊張。但如果長時間出現，請及時聯繫相關醫務人員。